讓我睇到咧，即係DI 嘅最新發展啦，真係可以咁講，理論與實踐並重。我會見到就話，譬如話啲中藥嘅配藥嘅教室啦嚇，咁啊亦都有啲嘅運動治療啊嚇，又或者啱啱我而家身後啊製作軟餐呢啲嘅學習嘅場景咧，都令我大開眼界。咁啊，真係好 amazing 嘅。咁我體驗咗好多課程啦。咁啊，亦都知道課程咧就唔係紙上談兵嘅，係要去實質啦，去落手落腳去學一啲嘅業界啦嘅專業知識。咁我希望同學能夠可以將一啲嘅興趣變成咗一個一個專業，咁可以將學到嘅嘢咧就好似學院咁講啦嚇，You ready 就即刻可以咧應用喺呢個行業也好啦，或者日後佢可能再高階啲嘅一啲科學研究咧，咁都可以打好一個基礎。